那以前咧上课来讲，讲起来应该是咧老先生咧背，老先生咧背啊，唔是先生，我是老先生咧背哦。三国时那也是主要有他来书记主教嘛，都有这个神父嘛，来牧师嘛，因为是安尼嘛，是一，所以小小老先生是应该做法。但是三国时我有看到，伊可能开边讲，不知不觉就拢来老，不知不觉大家控制袂好势，换了名，因像换了名，连又跟学出来。讲伊个学迄个，我那是觉得，我用三手说啊，都干咩啊？讲我甲合作无联调，我可以讲很没有立场，但是我还有可能只要信，一样想讲，要一个我，要一个我。伊今日虽然讲伊今日按那个咩那个判。他提升到没有一个我的方面，但是爱改讲，我嘛真正控制袂了。咱人到迄个年岁，因为你的器官拢害去，所以你家己自言语言造出来，你嘛无法度。但是你要怪人的气味，有阵时咱做事一样的事情，哪怕是咱的习惯，有阵时浪晒。有放料你都放了，打外号你都放了，唔是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控制，但是咱的讲也是啊，你糟蹋人，是不是安尼啊？无理的牙齿，伊感觉安尼，你食了所以到迄个新闻法师，讲伊边啊，你甲考验，讲伊相对上好点嘛。因为新闻法师嘛85岁啊，咱嘛通器官，人的精神，人的病理的提升，甚至于人的受的轻，但是你的身体老就是老，歹就是歹，你有能控制好袂好势，控制好做好势的。所以伊咧新闻法师来讲嘅，伊的土地伊好讲究，但是因为伊这个。甲国际用着这种中国礼貌来对待新闻法师，你哪话啦？咱听讲起来吼，讲新闻法师来这来讲，因为我纯这个人吼，纯这个搞我的，这个我先做的，若无这个我要那受你，你打讲话啥？我嘛无机会当训练我这个经验多长久啦，你大家都对我好比比。你就是对我歹，就是逆境逆境你打我，你对我无礼貌，就是看我的经验不是说。所以呢，新闻法师是叫三和起，因咧是靠真关键的，所以咱今日修行来变，贪亲是地讲，今日上面地讲，三和起地讲嘛，还是？新闻地方，唔是，是因为甲国际人地方，唔是新闻地方，唔是三国时地方，这点咱要了解。无只是就是，因为我想讲，他这个他，那讲，他们讲到，亲，就是在讲然后。七叫做大枪，那要讲伊论调啦吼，咱讲谈食饱，谈食饱，啊是较上食饱，迄论调三个字，有出来无？伊讲字即个字在后，已经无出。即摆字了，了无物件，才稍微听讲蛮错误一些，有谈食饱无？咱把这个他们不干，后边去做法。咱这个亲也不干去做老母，做啥？因为亲花了，就是咱教人就叫事业，亲。无地位，后边去做大枪。今日是来做枪，枪做出去，但无地位。
所以肯定一定比修行者来对当中贪心气多的多。咱修行者来对当中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功课。嘛，真正咱对这个贪心气里头，当你面对着贪的时阵，咱要按照去转哦，自心无非自心改变。拄着气的，拄着气的时阵，自心无乱，自心定；自心无气，自心定；无气，自心定。转着会自心无气，自心会一直来转，来转，所以呢，改变来转，贪心去转改变，所以把作为改变，不坚不强，自进步，心体心难不三难，三难叫做三难叫做。上面是正正受，哦，所以一定要去现在的应用。所以呢，武器就是就行，因为伊是听有的，伊无地位，伊今仔在走直线；有地位，伊在走直线。你想咱人，咱人袂聪明嘛？哦，咱人比动物靠地位嘛。所以所有的这个世界所有的发明，到对在动物发明出来吧。飞机啦、划船啦、这车啦、电脑啦、手机啦，所有的物件有对即个动物发明出来无？啊无，咱想无听着吼，我讲咱人发明出来吼，所以咱人袂去做动物，就是因咱人定。但咱人定位是聪明，伊袂地位，所以咱大法度做分，大法度做性，所以咱人做众生变家。咱人是众生呢，有三福道嘅内底当中，叫做三善道。六道内底当中，贪嗔恨，六道内底天道、阴道、阿修罗道，这叫三善道。有三福道，那个地狱道、众生道、地狱道，这叫三福道。啊，咱是三善道内底，天道就是天性，阴道就是咱，来叫阿修罗道。啊，什么叫阿修罗道？哦，阿修罗道咱好想讲，就是伫咱做人内底当中。阿修罗道是超人心中人，阿修罗道伊无福无人听有法，但是伊即使伊当听有法，但是伊即个人较天性的道法，较天性的好，较道法，所以伊阿修罗道叫做科道者，科道者你听无？就专门离道场咧找地即个人，你通唱完调即阿修罗。你今日若讲看后面，你个想想看，真正阿是姓名先生咧讲的是对无错，这个人就是阿修罗道，阿修罗道伊本质就是爱，那真正一个有修行的人，伊才安尼，所以这点咱要了解吼。来，咱继续，先地性，相形实践，相形实践，天同变质，天同变质，拄人我。有人我，疏密道，疏密道，去邪心，去邪心，海水干，海水干，烦恼无，烦恼无，无容灭，无容灭，毒海妄，毒海妄，伊必转，伊大义而转，吼，好，咱来做语言，伊即话叫改讲，头前迄段。就是讲叫做哪，叫做善。用这段，这段讲叫善。你若咱这段叫天堂，啊这段叫地狱。咱咁听吼，这段就是对面地狱，这段就是咱那行是天堂，这段咱行是地狱。你有贪嗔就地狱，你有无嗔你就出生，你就落地你是，你有因就你就入去，吼，这叫做歹。啊，所以这段这叫做善。啊，这段。就是要改讲，啊，因为显地性，哦，这个显地性，咱哪做来讲？最内底啊，像安尼啦吼，各位大人吼。相形实践，天同变质，相形实践，好。色得应，色得应，合转了，哦，色合转法相，会使色，
得袂使偷，用袂使乱用，要适得用，来体现。所以伊就来讲啊，首先就是，适得用，我靠公式公平义，他自己在这个实现，这个系统，这物件实物啊转到线，那叫做实现啦，适得用啊转线，无实无得无用，无国考无量式无公平无地理，有转到前进，无贪天气，咱无贪无亲无亲，那这样是情境。所以咱讲上面实践，就是天同变质，安尼啦基本上来讲起来，咱逐日，咱哪会当每一个人当中存好心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存好心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这个正能量，这嘛叫做善良。虽然今日逐日若会当，咱的食物拢做到实践，咱逐日活在天堂内底啦即嘛还是讲，有人我思味道，有人我啦无我上无人上，无我上无人上，因为你本来有一个足大的思维嘛，就是你我上人上，你家己有我，所以老师讲有我最是心啦，无讲好表。迄个我就是自我实心的我，迄个实心的我若无倒啦咱家己有一个自我意识足大伫内底，所以讲小者毋捌输，小输毋捌赢。若讲话就要讲小者，那叫做模式，那叫做模式啊，模式，这个自我意识足强，自我意识足强。你注意，你若还没咧讲话啦，伊若拢接唔咧讲话，若你咧讲话，伊拢接伊，含人咧抢话，你甲抢话，咱人咧讲话拢含抢话啦，还是咱人讲话，拢含反对，拢含推翻啦，这个是自我意识作用，这个实用，这个实用，即种的人。真正无道理，因为伊袂听你，伊接我，你嘴巴，你出去蹲出去，你嘴，那对即款人呢，你会较尴尬，用精，这方，安尼讲了，你袂讲话，你袂能听得到，讲话话就无人讲啊。你老师个心软有无？互伊讲，拢互伊讲。你甲讲，你甲讲错一句，你讲咩呢？你甲伊怎相正啊？你讲毋对，你讲咩毋对？你就互伊讲啊，拢无啊，伊讲啊拢无啊，讲啊拢对。咱老师想要处理你来讲。所以这款人，伊才能表现，他很喜欢表现。你若无表现，也是很好。也就是那。也就是咱代表意识就是走掉，这叫做主观意识，叫做主观意识。主观意识，你讲听，这个主观意识走掉，这人修得讲好心，我从你无给你修得好心，所以伊修得内底当中，拢要当对比的，所以你今日去修得，你今日人我若无拄。你家己的这个手若无转，这若无转，你是不是会？有影呢？咱家想好开，咱家己讲一句话，咱含人咧讲话，咱家己讲情况迄叫做内观、内观。我自在，你内观你家己想好啊。人咧甲讲一句我无好听，我是毋是想要用一句足无好听来甲表出来？还是你会接受？还是你会做听话？这种是你内内心的世界。你若讲今日你讲一句
过来，我听得足袂爽，足不满，我想安怎就安怎。这内心的世界已经挣扎，你的变挣扎，所以你要去来转，你转内情，你转内情，你若要转，你会足痛苦，你内底滚，所以你拄定我就是要转，你讲听意思？拄定我的意思就是要转，我紧，那安怎讲我紧？我平等性伫了啦，我有平等性。我紧，平等就是无想规无对个。哦，所以讲拄定我，你就这属于的，属命三条，属命三条法条。啊，你有一个足主观意识，足有人无法来派倒的啦，就是你有定我定律，你这属命，所以属命的，去写心还最看。咱若往迄个写心，要害死人，迄个写心，你无定，你袂害死人，因为就是你写心。你还是哪个人？所以建讲，就是讲是非；建讲就是讲出来就是无正用，建讲出来就是害死人个。所以我今日爱想我那身份，哦，迄个个今日办个别识的迄个江先生，伊哦，迄个阿姨我讲因迄个孙仔拢出来了，我今日咱一定来知影，而且伫这个世间。这支最重要，这支最重要，这支最当做作的对，这支最会当做作的对。你若比方讲社会，你的能力就是增强；你若讲恶话，你若讲无好听的话，讲虚伪的话，讲白贼的话，你大概都是累积的恶能量、负能量。哦，累积到尾，容易会发现。会发现了无？你家己电话无去，所以你去写信要注意，这个写要怎么讲？你大家就讲正话、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面，哦，正精神、正定，不写到哪种不信得去，所以呢，以前去写信太最看。那安尼人肯定袂害死人，还是袂害死人嘛？还是嘛？因为就是有写信，你得有写信嘛，害死足侪人嘛。所以我想讲是这，你有一个正心，你是天王；你有一个写信，你袂地啊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去体这个写信。你的心不管是要保持一个感恩、报悔，这个心要保持一个欢喜心，唔通有平静的心。我来解释，天的事情，天道会当互咱得到，会当互咱来个修道安道。我这世人这个心的力量、智慧会当提升。咱只讲，比你这世人差较济。嘛，这世人来讲，这个世界大，咱遇到天道大概我这因缘，我咱得到这世人咱受解脱的好。咱较还有时间来去补写。道正是特别，咱在当去补写，嘛安尼你来到这个世界无参与，嘛无参与的情况，真正呢，这有道这个念头是做无健康的咧。哦，有道这个念头无健康的咧，真正你大家注意呢，这叫做课啊，这个课咱地位啊，什么样的课程？报名啊！这个，你现在在说些怎么个办？动物一日你报名时阵，医生来讲，伊拢无讲，你爱去食鱼，爱去食肉，爱去迄个迄创啊，去迄个两边的台在地铁上，有见。咱的心理若真正无健全，咱的心理若真正无健全，对啦，就无照顾搭过来讲，那个菩萨讲讲的，那好当做个笑，是不是安尼？迄个时阵你为着这个对了，你的心都需要。
心无论是医生也好，医生若无收到，若毋是讲有这种恶习了，医生逐个去都要去食饭的，逐个去食饭，医生，你无够营养，你会食饭，我请问，敢就一定牛丸咁有营养？无一切物件都无比牛丸咁有营养，敢就一定爱食这物件？当然，这是一个，咱所讲的个人的意见问题。咱的心若脆弱，你会食袂？食不到的讲，你有感觉？迄只人比赛的时阵，迄个冲动，甲迄个冲动，甲迄个，迄种的，迄种无奈，咱讲无奈。所以今日咱爱知影，为着咱今日咱下表好，咱安尼食，对咱的国家去规划，咱会得个东西。只需你食好，你要死嘛。所以我的观念，我讲阿福，收经理明天来，当时人咧介绍我电视啦，伊老叫一个人。青山在不放的时候，让等得到解脱的时间，得到一个心安理得，得到一个没有遗憾，无遗憾。如果今日你若真正做这个代志咧，后壁你留下一个遗憾。但是这路课无，这人情况一想，在咧鼓励你去讲话，行情况一想在咧鼓励讲话，行情况一想咧就真。今日我来讲，就是互恁知影，今日你这个新的内容到底是所在，定律无同，定义无同，福报无同，一倒跳到倒。无论你是人讲几十年为所限，无采你几十年来修道烦恼，无采你几世人做到一个好讲3000年打茶，一年就修掉了。你老还要遗憾，所以希望咱今日伫透过的这个开办的这个过程内底当中，咱一定要有一个正念。所以呢，写心，无正念心，这叫做写心；害人的心叫做无正念心。所以我希望讲今日咱的学，尤其是咱过去咱周经理，恩泽大仙，那个大仙，泽恩大仙，秋天我是接落来很高，也力量也电气，应该能拿到清楚。所以这里我都在重复的所以呢，能够烦恼无，无边烦恼无，你看袂记烦恼，现在你看袂记就掉烦恼，现在看袂记你也是理解。现在对于你的想要济，你想太济。一个人想做这个想要济啊，你若把想到就烦恼，那么想要以外，不生就是别多啊。但是现在生，因为你的心的力量无够，智慧无够，真正呢，虽然讲烦恼即好嘅，烦恼来咧，转来动我中心，唔通烦恼家己自己。烦恼小可可以无计算，烦恼小一笔超无计算，烦恼一世人拢无了，后来烦恼，这个无路用，小可迄个小可以无计算，敢能记袂出来？小一无变成敢能袂生囝？讲烦恼要怎啊？毋多言吗？重心就是安尼，就是学袂烦恼，安尼敢听？学袂烦恼，时间无必要，毒海讲，语言上，毒海，这个鱼龙就是会食，毒海就是爱死啊！咱就说毒海这信念了，咱就说这毒海信念，所以就做能够到这里那你停下来嗯。来。
对了吼，对了吼。自心地上觉醒如来，自心地上觉醒如来，放大光明，放开光明，我照论清净，我照内能雷破六欲诸天，灵和六欲诸天，自性内照，自性内照，三毒即毒，三毒即毒，地狱顶罪，地狱顶罪，一时消灭，一时消灭，对我明天，对我明天，不以四方，不以四方，不厌西方，不作出修，不作出修，如何倒避？如何得避？好，咱来做回应，继续来讲啦吼。头前一段就是你讲很简单，你什么心理，就演出发明出来；你什么心态，就有什么世界出来。好，你安尼来讲，到尾啊，后壁一段再来讲，自心地上觉醒如来。因为这拄则讲的这物件，拢总以咱的心地，自心地上所发生。但是因为咱这个心，自心地上咱这个心，人作天动，心作天动，心作地啊。好，拢是这个心，自心地上，你自心地上觉醒如来，未觉醒的如来，啊，未醒众生，听啦吼，这句话作用啦吼，好，这个心地，伊会当啊，伊会当先啊。这个地种会当种杂草，叫做地。拢同这个心地，咱你枯残啊，你能种杂草，你这枯残会当种果树，共你个地，但是你种咩物件？咱你拢是啊，拢是咧种种生这物件，种杂草无路嘅物件。所以咱的心地。咱这个心地必须要方便啊！咱的心地就是叫发叫方便的物件。是你这个心地叫方便去，因为咱的心地转入来，就是叫别，别先啊，别去得到玉地，食声用力唱法，这玉地你都袂去玉地，因为咱人拢攀岩的玉地内底。